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今日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研究第四部分，主题是养的是农行，树的是米，戏剧篇，课文一诗一语对照录音，第33篇提供给各位乡亲大家来研究客家白话文。大家记得就是讲啊。白话语文就是让人讲，就让人写啊。尤其对于一个戏剧文章伫度哩啊，那是无用白话文来写啊，实在困难表现出来。同时，大家伫咧讲啊，一个不同族群、不同地方嘅语言与文字的用法有所不同。所以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文，提升客家族群文化文学嘅一個過程嘅長度。好嘞，我哋開始講基本嘅人嘅農行，一個農行一個數據喺度嚟農事嘅歷史，大下做歷史安尼吼，數位係米一個。戲曲開始了，頭擺人講啊，有錢能夠使鬼推磨，磨啥個磨？世上人為了錢，別人別事，想盡辦法讓人來賺錢。有錢的人就利用錢來賺錢，冇錢的人就想盡辦法賣命來做生做事，希望能夠賺錢，賺有到錢，有係想愛再賺過多嘅錢，研究冇辦法滿足人嘅心裏嘅慾望，賺錢嘅方式，人是錢呢？農經，有人做生意，有人做事業，有人唱歌，有賺錢。無論乜嘅條路，就有人去做。可比喺在南部嘅阿強伯兩公婆，擁有兩個奶嘅，一個讀大學，一個冇讀書，興趣各不相同。有人阿強伯同羅家偉在嘅聊天時就講起哦，一個阿強伯講啊，羅家唔有感覺冇？唔有感覺冇？阿強伯咪就講感覺乜嘅喏？我哋兩個來嘅個性冇相同，唔對嘛？係啊，阿明個內向，阿田個外向，一個一下阿強伯咪就講啊，一下亦多點咩咯？會5點咩？會5點咩哦？阿明係唔係會轉來嘢呀？係啊，確，國門嘅聲音。阿強伯就講賣嘢啦，阿明就講嗌啦，阿爸，阿強伯講羅姐啊，係阿明嘅聲音，阿明過來嗌開門，阿明就講阿妹。阿爸，我轉來嘅，一個阿強伯咪講，看一生都係看，阿明，先去洗面，將面洗下嚟，阿明就講唔是啦，出啦嚟就好嘅，阿明，出去尋條路。尋咩一日，尋有乜？尋有話冇話？阿明講，
阿咪就倾听讲，哟，我同阿爸阿妹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寻到一个正当的头路诶。阿强伯咪讲啊，看眼听，迄寻到乜嘅好头路啊？阿强伯就讲啊，轻快讲本来人来谈，哦，阿明就讲，我寻到嘅头路係殡儀館上班嘅頭路啦。阿強伯講啊，殯儀館無上就係人旺盛嘅地方啊。阿強伯咪講，乜嘅啊，乜嘅啊，迄時人呢嘅地方上班咯。阿明講係啊，係啊。聽講嘢就愛正式上班呢，聽講嘢就愛正式上班呢哦。阿強伯咪講話，我聽到喎，唔定看，唔定看，我嘅雞麻皮見死哦。阿明講有乜嘅好講啊？阿強伯講，阿強，冇才大學畢業，還唔去尋頭路。唔使去尋到私人嘅頭路。阿明個阿爸阿妹，事態冇咁樣嘅，一下殯儀館完全係現代化，現代化嘅水準提高，服務人員嘅素質也提高嘅，冇唔能想象嘅。安得人講啊！阿強伯咪就講老婆，到底係我哋嘅頭腦筋有問題，也係來嘅腦筋有問題呀！阿強伯就講我看事態變呢，我來看天一團，養嘅係農行，樹嘅係咩天一團。澎湃，阿強伯兩路嘅上啊，難得有一個來嘅讀大學畢業，看有乜嘅高好嘅頭路冇，盲啲沙潛到殯儀館嘅頭路，真呢，我哋兩路嘅唔係愛叫，也係愛寫個好。嘅時節18也是屋前禾塘驶來一台轎車轎車，阿強伯就講啊，老姐，讓我有人試叫轎車來我哋福看咯。也個阿強伯咪講啊，乜嘅人客啊，乜嘅人客咯啊。阿田就講啊，阿爸阿妹，捱啦，係捱死嘅啦。阿強伯咪佢講哦，阿田係我，捱老多係乜人啊？阿祖阿伯伯妹，係阿強伯嘅阿伯伯妹，阿強伯啊。就講阿田，佢係唔係朋友咯？阿田講唔係啦，講啊阿祖就講阿祖又講哦，捱來此我捱介紹，捱係阿田嘅處理，阿田嘅處理。阿強伯講啊，老婆乜嘅按度處理咯？阿強伯就講啊，唔啲乜嘅按度處理藥。阿強伯咪講啊，唔好講愛用威啲，唔好講愛用威啲呀。阿強伯咪就講啊，處理就像人家開工廠，摩托人家開公司董事長嘅秘書，幾樣嘅啦，就喊到啊按度。處理阿強伯咪
讲毛上来个毋系董事长系咩？阿田讲系啦系啦，阿强伯咪讲阿田毋用安慰，毛秃秃乜嘅事，毋会做董事长下，毋会做董事长下，毛枪毋落台，系大学毕业，乜嘅条路都毋去做。嘛个去做私人诶个条路啊！阿强伯就讲啊，毋做乜个条路，让我有董事长好做喏。阿做就讲，最神奇有搭最好教诶条路。阿强伯咩就讲，无图系我用千多本钱呢，系嘛？阿田就讲啊。也歹，本钱强强用到5000几牛呢。阿主又讲，加爱强强出1000牛呢，所以爱做阿田嘅处理。阿强伯咪就讲，加5000元本钱就有董事长好做啊。阿田讲阿主，皮箱嘅个包东西拿出来，本阿爸未看，阿祖讲好，好，我落去啦。一个阿田就讲阿爸，阿妹，也把本唔能量杀，做日常嘅收费。阿强伯，乜嘅东西呀？阿强伯咪讲啊，我看。哎呦，钱，老夫我死了一世人，唔是命过很多钱哦，唔是命过很多钱哦。阿强伯就讲啊，这多钱系对内来嘅钱呐，系咩从银行来嘅咯？阿祖就讲，阿天哥董事长。那唔会按太单去抢银行啦。阿田就讲啊，超系咩？我哪有按太单去抢银行啊？阿田伯讲，咁么？我钱系对内来啊，对内来咯。阿就讲六合彩错到佢啦。阿田讲啊，系啦，一期我错到六合彩。总共有200万元，啊，就是讲啊，我丢股本钱出过手，我本到50万，我本到50万。阿田就讲啊，一台考察，就是我错6合彩来买嘢呀。啊，就讲啊，按都好，我有驾驶执照。我能为来做处理又兼做司机安尼。阿强伯讲啊，原来系安尼哟。阿田就讲哦，听讲伊安波啊，在石头白宫头前有一棚歌舞团，为来嘅这个表演哦。阿祖就讲啊，佢就是阿田董事长唱嘅啦。阿田董事长唱嘅啦，阿强伯咪就讲做乜嘅？我唱歌舞团来表演咯。阿强伯就讲啊，阿田，唔系咩唱歌舞团来表演，搭车石头白宫嘅呀。阿祖讲，系啦，好，请看T30澎湃。阿田出到6合彩嘅消息，全片嘅全場各地，見到好多6合彩嘅人，紛紛前來打探，100多嘅開獎錢。阿強屋下附近嘅石頭公廟非常熱鬧，有399流嘅人，也有買小食。擺攤那個
罗漢其實呢也都從來到老人。講古呢，一輩嘅人，講古一輩嘅人也來希望下一輩，又會促到。聽講嘅又係開張嘅日咧，唔知哪來嘅土司咧，在石頭白公平，古年一下會燒，一下會又叫，鬼橋呢生意呢，會拿石頭去接佢，有一個婦人家阿飛所看到是超講我，講乜嘅喏？唔係到寫學嘅，讓好拿石頭接人咯，而會出名牌呢？阿妹子就講啊，有樣會出名牌喲。阿飛所就講係啊，上一期伊講11月同36嘅2期，就有出了海外冇簽到，海外冇簽到。阿妹子就講啊，家讓唔簽咯。阿飛所就講啊，我哪有想到一個土司嚟會出名牌，實在萬萬冇想到。阿妹子講啊，很打傷我，很打傷我。阿飛所又講，超係咩？唔等大家點點看佢嘅動作嗱。阿妹講，讓我看咯。愛讓我看咯，我教唔定看，唔定看也下古人教石頭。阿妹講，佢要教石頭又有乜嘅意思啊？阿飛所就講啊，石頭人人就係人啊。阿妹子講啊，唔看。佢身邊又有一隻叫嘅，阿飛所個就講哦，佢就係空叫、人叫，也係佢會出人叫喎。阿妹子就講啊，有準啊，冇準啊，做唔得在個海外講鬼嘢，講鬼喎，講鬼喎。冇得可以就講古一百意思啦。只看哪嚟，只看哪嚟，只看哪咩？只看哪咩？阿飛講，我娘子啊，娘子，阿飛所就講，我老公嚟喎，唔等慢慢嚟看下，慢慢嚟看下。阿飛哥就講啊，娘子，我看生意呢都幾嘅，也唔做飯，鬼日咧在個這個裝土司咧，喺裝嘅都來洗嘅咩？阿飛所講，上去那係唔咩唔同嘅當客。我至少咩錯幾啊萬人，開我心痛啊！為是冇簽到。阿飛哥就講錯，唔夠了合菜錯嘅幾百嘢咯。有時節搞成次，我冇反對，忙啲唔夠多入手。入面唔啲好分享，阿飛哥就講啊，唔是啊，一個阿飛所就講啊，我是想那係看呢準名牌，我人就有錢呢，就唔是做到辦喪事呀。阿飛哥就講啊。唔是，做家庭照顧好啊家人，提示旁白3月1日以後，村莊有的位人
该唱本六合彩味道。讲到奶油名牌，一定无论水木，价位上到北蒙个名个北蒙牌，最求呢，还有个庙堂也是中铺，就当作是名牌的好参考。阿强各位来嘅阿田，自从出嘅160合彩，让嘅奖金有200万元以后，就变成了做职业，每期都签，但是每期签就见光顾见数，日财富卡新名牌，计算机。电脑也是拿来运用，有一日就是天行讲，连杀阿强棒而顺天水，经过中普时看到一类人，在万山寺面到西岳雅田，阿强棒行检一看，阿妹哎哟！原来是自己来嘅阿田，心肝肚里一把火清楚。阿强伯就讲：也种阳上山后嘅安下水人，我看唔衰，走嚟万山寺中铺边同归穷下水，实在很下水人呢嗱。阿田就讲嗌，莫阿强伯讲啊，同嗌夹，是在去，莫在也本人看到，会减少事哦。后来看第50，澎湃，面对签约合彩，不正当嘅行为，但是人就是为了钱。相亲的方法最好唔是做，又好是又好得来投入，开张一期又到位，阿妹只有在街路上，遇到阿皮哥两公婆，阿妹只就讲我阿皮叔最近有名牌嘛？有名牌嘛？阿伟哥就讲啊，阿妹子，一开嘴就会讲名牌，一开嘴就来讲有名牌嘛。阿妹子，阿皮哥，阿皮叔，那是错到一半，就像阿强伯嘅来嘅阿田一样，唔但就有使用茶好错位。是来解嘢行坐共享巴士。阿皮哥就讲哦，讲到阿强伯，讲几多，讲人多，阿强伯两公婆来嘅哟。阿强伯，阿妹子就讲阿强伯咩？我哋經驗，能驗嘛係。唔出來嘅，阿皮叔就講啊，按照阿田有出獎嘛，阿強伯講到我家宅來嘅，強會逼攞見咯，阿強伯咪講啊，唔好講嘅，減少，阿皮叔又講啊，有樣嘅咯，有樣嘅嘢咯。阿強伯就講啊，食到100甜味，錯嘅100獎，唔啲好歲數，一切就在墊下去，贏到嘅錢不但了hết，多貼還唔啦，他不用嘅錢本錢也數啊長，
讲唔通，硬去讲如讲唔通。譬如講啊，唔等按校教育合才嘅人啊，有通多麼？也下，妹就講啊，也下天咯，強白妹講啊，也下好彩嘅細雜嘅來嘅，強白講，當時我嘅不用見難見少，講乜嘅朋友講嘅條路冇出息，譬如講啊，唔等冇看新聞。而是朋友講上班服務無咁簡單呢，也下要考試嘅哦。要經過訓練，特別也會有一種嘅禮儀學校。雖然見識唔冇，青島後生嘅佢愛一份工作，強白。所以講啊，讀博嘅條路唔冇教過好。也就係客家俗語所講啊，養嘅係農行，樹嘅就係米啦。以上一個養嘅都農行，樹嘅米，樹嘅就係米嘅需求，寫到嘅這個嚇。得到所講嘅中間，那係有。一個兒童文冇了解地方啊，可以看本文嘅注解，本文注解就對最大下，嚇，一共有67嘅，以上承蒙大家感謝。承蒙俺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